大家好，今日我哋唔再係講下點樣炒熟咖啡豆，我哋係要探討點樣去指揮一場關於能量同物質嘅交響樂。如果你已經玩咗一段時間烘焙，條曲線已經畫得幾順，但係總係覺得自己嘅作品同世界冠軍級數嘅豆仲差一個層次，咁今日呢個長達1小時嘅深度課程就係為你而設。我哋會由 Scott Raffel 嘅理論出發，但會進入比書本更深嘅大師級領域。第一部分，熱動力學嘅深層邏輯，重新定義 raw。首先，我哋要重新審視 raw rate of rise 呢個數據。喺大眾眼中 raw 只係一個升溫速度，但在 master 級數嘅烘焙師眼中 raw 係一個熱動能指標。Scott Raffel 點解咁強調持續下降嘅 raw 話？背後其實係一場關於壓力梯度 pressure gradient 與化學反應速率嘅博弈。你要明白，咖啡豆係一個複雜嘅細胞結構，入面充滿咗水分、蛋白質、脂類同碳水化合物。當你加熱嗰陣，豆入面嘅水分開始氣化，產生壓力。如果你啲 raw 係橫行或者上升嘅，代表你俾緊一個持續增強嘅熱壓力。當外部熱力過猛，豆表嘅水分會瞬間蒸發乾淨，形成一個硬殼。呢個現象我哋叫做表面硬化 （surface hardening）。一旦硬化咗，豆心入面嘅化學反應產物，例如芳香物質，就冇辦法透過壓力梯度滲透出嚟。最終結果就是內生外熟，飲落去會有陣生澀味，但同時又帶有焦苦。所以大師級嘅第一步係要學識點樣利用 raw 嘅下降去維持一個穩定嘅內外溫差。Raoul 提出嘅持續下降 raw，本質上係要補償咖啡豆熱容量 heat capacity 嘅改變。隨住水分流失，豆變得越來越易熱。如果你唔減火，其實你係喺度不斷加速。一個真正嘅 master 會喺梅納反應開始前就已經感知到豆子吸收熱量能力嘅飽和點，從而提前佈局。第二部分，梅納反應與焦糖化嘅能量平衡。入到烘焙嘅中段，即係由轉黃點 yellowing point 到一爆前，呢段時間係決定風味飽滿度嘅關鍵。好多烘焙師喺呢段時間會覺得，既然條線順緊，我就唔喐佢啦。但 master 級別嘅思考係，我點樣利用能量去延長或者壓縮特定嘅化學路徑。梅納反應 Maillard reaction 係蛋白質同糖類嘅反應，佢產生咗咖啡嘅香氣、醇厚度、body 同埋複雜性。如果呢段時間 raw 下降得太急，梅納反應就會做得唔夠，炒出嚟嘅咖啡會顯得好單薄，好似飲緊水咁。反之，如果 raw 太高，反應太快，產生嘅香氣分子就嚟唔切穩定化，就已經被高溫破壞。呢度有一個高階技巧，能量標定 （energy calibration）。你必須根據豆子嘅密度去調整呢段時間嘅 rosa 斜率。高海拔硬豆，如肯亞、埃塞，需要更強嘅入風量同埋更有力嘅 raw 起點，因為佢哋結構緊密，需要更多動能去推動內部反應。而低海拔軟豆，如巴西，你就要提早收油，否則 raw 會喺你反應過嚟之前就已經飆到失控。第三部分，攻克一爆嘅終極戰役 Flick and Crash 的深度防禦。嚟到大家最頭痛嘅一爆控制 ，Scott Raffel 講嘅 Flick and Crash 係物理學入面典型嘅相變 phase change 反應。點解會 crash？ 因為一爆嗰一刻，豆體內積聚咗好耐嘅水蒸氣，瞬間噴發，水由液態變氣態，要吸收大量熱能。呢個過程叫氣化潛熱。呢種突然間嘅冷卻效果會令你個 BT 探針讀取到 raw 急跌。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因為驚而突然加火，你就會中咗下一個陷阱 the flick。點解會 flick？因為當水分噴完之後，豆入面剩下嘅係乾嘅纖維，而呢啲纖維喺高溫下會產生放熱反應 exothermic reaction。如果你頭先加咗火，而家呢啲火就會同豆入面噴出嚟嘅熱量產生熱疊加，導致 raw 瞬間彈升。Master 級數嘅操作叫做深度防禦 （deep defense）。你唔係喺一爆嗰下先減火，你係要喺一爆前15度甚至20度就開始墊底。你要將火力調低到一個剛好能維持動能嘅水平。呢個動作係為咗騰出空間俾一爆嗰陣嘅放熱反應。你要想象自己係一個衝浪手，你要喺個巨浪一爆嚟到之前，已經將板頭壓低。
利用個浪本身嘅動力衝過去，而唔係靠你自己副引擎。一個完美嘅 master 級曲線喺一爆嗰陣，raw 應該係一個非常平緩，幾乎睇唔到波動嘅微降。咁樣做嘅咖啡甜感會係爆炸性嘅，因為你完全冇破壞到焦糖化反應嘅連續性。第四部分，水分遷移與排氣壓力管理，呢部分係好多書都冇講嘅 master 秘密。烘焙不單止係關於熱，仲係關於濕度管理。喺滾筒 drum 入面，氣流 airflow 扮演咗兩個角色，一個係傳熱媒介，另一個係水分抽取器。喺烘焙初期，你需要低風量去保持濕度，利用濕空氣，濕比熱較高，去更有效咁將熱力傳入豆心。但入到梅納反應後期，你就要開始增加風門。點解？因為一爆嗰陣產生嘅煙霧、銀皮同埋過量水分，會喺滾筒入面產生一個負面環境。如果你唔及時抽走呢啲物質，咖啡會有陣煙燻味 （smoky） 或者酸敗味。但大師級嘅難度在於加風門會直接影響 ROR。當你加風，冷空氣會入嚟 ，ROR 會跌。所以 Master 會做一個風火連動，喺加風門嘅同時，稍為保留一點火力的衰減速度，或者分段式加風，確保 raw 嘅下降斜率依然係順滑嘅。你要管理嘅係豆子內部嘅壓力梯度。如果外部氣流壓力控制得好，你可以引導咖啡豆喺一爆嗰陣更加溫柔咁裂開，而唔係劇烈噴發。咁樣對風味嘅損傷係最細嘅。第五部分 DTR 與發展階段嘅微觀控制 ，Scott Raro 提出嘅 DTR Development Time Ratio， 大家通常只係記得一個數字20%負25%，但 Master 級烘焙師會問呢20%係點樣組成嘅？我哋要睇嘅係發展斜率。如果你入一爆嗰陣 raw 係10度，下豆嗰陣 raw 係2度，咁你個 DTR 係由一個好快嘅發展進入一個好慢嘅結束。相反，如果你入一爆係6度，下豆係4度，咁你係一個好穩定、好平衡嘅發展。雖然兩者嘅 DTR 可能都係20%，但風味完全唔同。前者快入慢出，會強調酸質嘅明亮感，但餘韻可能較短。後者恒定發展，會產生極佳嘅醇厚度同埋平衡感。Master 會根據豆種嚟決定呢個斜率，例如埃塞豆，我可能會選擇略快嘅發展去保留花香；而曼特寧或者巴西豆，我會選擇極其緩慢且順滑嘅發展，去壓榨出更多嘅油脂感同焦糖甜味。第六部分針對細機如 Kaleido 嘅 Master 極限操作。最後我哋要講下硬件。大家用緊好似 Kaleido M1 呢類小型電熱機，其實有佢哋嘅極限同優勢。電熱機最大嘅敵人係熱慣性，發熱管嘅熱量係有延遲嘅。如果你見到 raw 飆升先去關火，其實你已經輸咗。Master 級嘅 Kaleido 管家會建立一套節拍烘焙 Rhythmic Roasting， 你會根據你嘅批次重量，例如 135G， 精算出每一個火力調整點。例如你發現由按鍵到發熱管反應需要40秒，咁如果你想喺180度一爆嗰陣達到理想動能，你就要喺170度甚至更早之前就完成最後一次火力切換。呢種對時間同溫度嘅空間預感就係 Master 同普通用家嘅分別。另外，細機嘅探針讀數通常比較敏感，你唔好被嗰啲細微嘅抖動嚇親，你要睇嘅係移動平均線。如果你因為探針跳了一下就去喐火，你就會破壞咗成鍋豆嘅熱能平衡。Master 會學識忽略噪音，睇清趨勢。第七部分總結由技術回歸感官。講咗咁多技術，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Scott Russell 嘅理論係一個工具，唔係一個牢籠。一個 Master 級烘焙師最勁嘅地方，唔係畫出一條完美嘅曲線，而係當佢飲到一杯咖啡覺得唔夠好嘅時候，佢能夠回頭望住條曲線，精確咁指出呢度 raw 跌快咗1度，導致梅納反應不足，或者嗰度 flick 咗少少，導致餘韻帶苦。烘焙係一場修行，你要不斷咁喺數據同感官之間建立連結。當有一日你唔使睇 artisan 嘅圖表，單憑聽一爆嘅聲音，聞一聞排氣口嘅味，睇一睇豆表嘅光澤，你腦入面就已經自動畫出咗嗰條 raw 曲線，而且同電腦畫出嚟嘅一模一樣。咁你就真正進入咗 master 嘅境界。今日嘅分享好長，信息量好大，我建議大家返去之後唔好急住一次過改晒所有嘢，先揀一個點，
例如一爆前嘅預判減火，去練習20和豆，等你肌肉記憶咗嗰個熱慣性，再去做下一個高階控制，烘焙無止境。希望大家都能夠喺呢條路上面倒屬於自己嘅完美曲線。多謝大家。